可能是因为最近天气真冷，佮因为流感真时行，佮加上过年，全台湾的火库火只剩6.1缸的存量尔。台北观火中心佮只剩4.7缸，上紧张。早起伫内湖科学园区，就有一场9000人观火活动，咱做伙来看卖。 在拍鼓声内面，闹热开始活动，连续举办真侪档的内科千人观会，今年是拢总有37间企业来响应。根据统计，台北观会中心的火的库存量，目前包括 A 型、B 型和 O 型，火的库存量拢偏低，敢若4.7缸。我很久没有捐了，但是我觉得捐血是不错啊，促进新陈代谢。去年企业响应千人观会，拢总有309个员工，人生是第一摆甲手比起来观会。台湾火药基金会讲，观会有1到2，民众未来观会意愿嘛会提悬。有一透早就来观会的员工讲，会当观会表示讲家己身体健康，所以更较爱珍惜会当观会的机会。因为那个都是在上班的时间，所以不太方便出来捐血，所以我觉得有这个机会可以参加捐血活动，其实是蛮开心的。只要来报道，就送一大堆礼物，但是即马开始落雨啊，观会人数是随减少。即马敢若最近的状况，冷气团一个接一个一直来，加上流感的高峰期和过年的连续假期，影响民众出门的意愿。即马全台的火库存量已经是5丁，目前敢若会当使用6.1缸。火型的方面是以 O 型的火，即马是上欠的。因为通常我们会库存一定的5天到7天的安全存量，只是在那个医疗用血量很大的情况底下，我们如果在农历春节的这个长假期，尤其在农历年后，有很多的手术就陆陆续续去安排。连续3天拢有观会活动，目标就是要找到3500台。企业的员工嘛会分配来观会，解决火库即马真着急需要火的问题，嘛希望用这来鼓励更较侪人做伙来观会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